又到来庆中约主厨好时刻的时间。今日阿龙哥要搞大家煮嘛5粒星的料理，椰子鸡汤。椰子鸡汤来，这地唔差了，紧做紧搞哦。好，做得啦。了，今日准备的嘛个，芥皮啊，还有凤爪、姜妈、枸杞，好，还有好多鸭椰，好，那样板做呢，都简单，哦，像山西啊，身体哈，早袂时节啦，是做的是钙牛嘛，还有热天的些补啊，补身体是用嘛呢？莫燥热，还有鸭椰啊，人讲鸭血是凉的，是凉的呀。好咧，干用咧，剁好咧，来去煠一下。哦，来准备墨水，哦，来表落去。不是到我安太对啊？不是啊，佮等下新月姐姐而是安太对，佮是钙皮嘿，佮咪特别准备的，你唔知啊？哦，你啊表落去煠。你咪做唔得หั่就该呢？你等下咱来做。等一下吼，很过俩，两落仔啊。嘿啊，我搞太搞用破药，莫破，当莫破啊。唔会啦，你冇练过，练个。我又没少林寺出来。哦，一下，好嘞。然后你顺天，你按着香水椰子啊，你按着奶卖呢，你按水果店，韩国，韩国超市是你用。是做得啦。哦，你拍拍咧，沾几片切咧，你软的，啊，你倒下去咯，倒下去，莫倒到熟啊。你当甜嘛？你讲推翻的做得，拼动做得么？没做得，好，好，都可以控就好啊。一控是做得的。你做唔得หั่啊？那年。按谁控得多的时候？这里好，你要做唔得啦，你要调硬，切唔落。沾个头哦。你要去到东南亚，当多点菜啊，当便宜。像你要免签啊，你要小，你要是软，我跟听。数字机啦就落去了。哦，你还太空啊？你这边吼，我用到你接韩国肉，韩国肉啊？那我拿记过来。等一下，我拿灭火器来准备开。好，五个你还不让我跟用嘞？加油，循环两加油。你动作呢？你加油学动作呢？你可以试掉不哈？你一只差不多42 K。有安贵诶？我买还贵啊。我买较好诶。好咧。我来干肉吼，10個咧，你看，10個嚟，那佢撩起來。你喺見面用緊嘅貴州嘅雞啊，未做得，也係雞皮未做得。你10個吼，梗係肉的蛋白質啊，基本係比較強力啦。好，一滴不是。做咩特別咯？你特別個嚟點面咯。好，然後先冰了好啦。冰啦。等下看唔到。你10個來啊。你準備先煮湯好啊，用2隻。好，你開始加啲啲的水。你加一半是做得了，來，一半，好，你一半水，韓國10個是你熱水啊，順前冰下去啊，來去洗黏到，切好啲哦。做到我少少5粒星呢了。開火，要時隻山西啊，對一家好啲好啊，你啊切掉姜媽吼，姜媽是去腥啊，姜媽用嫩薑子做得嘞，切皮就好，差不多按時做得嘞，好來俾佢滾，10個來，你熱啊，看好哦，那半夜很爱听哦，那天冇办法咯。加两个，汤药香水也是加嘛？你俾嘛个烫法？其實可能出嚟佢點樣用較冇用。看唔是啦，看唔出來，看唔是。你其實吼，你熱嘅吼，冇辦法嘅，算錢窮用啊。你一隻差唔多30到40 K， 冇嘛可能可以去地步肉多啊，有少啊。普通按算錢用嗰個吸管啊，動一控。
是实体就特别嘞。系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其实连肉啊、冻喷，我俩刮本大家看吼。这个母大双的吼，东西东亚树好母大双的嘞。要追野果的嘛？野果，也唔会冻甜、冻香。当时用上都用嚟，用亚细就做了。对哦，用嘢咯。嗯。对萝卜的时节啦，该加烟，得拍落对，得落来挑拿。哦。来灵机一动。秋圣炖啊！应该另个大头头，亚细大头头啊，冇事情，这跟他同啱哦。好，来刮太机哈。好，来按做得嘞。亚真的冇嘅吧？冇啊！其实咪做留起来做食汤的时节啦。马师傅数清强力。好，你冇浪费啊！你要下扑掉啦。嗯。咁做了，要去切的。嗯。眼眼看到都半条。你用慢切丁啊，也系切丝啊，寸寸做得。来标落去。要用标一波，要菜盲标呢。嘿，你下，风轴，标落去，拿过来。钢机。等下你叫起吼，袂好的时节也标落去。哦，冇按夹标，嘿，冇按盐咯。你中左标落去啊，等下技术绵，该汤啊冇按清，冇按好食。你叫起啊，技术会变下雾，没有变下雾。你爱煮一球呢，你按转细火啊，而必煮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，按熟得嘞。好，按你下，等佢10分钟到15分钟。生活就可能这样，就过去，要来看，要不鸡同我边样哈。好咧，会添盖哦，细火就好咧。好咧。后边我再，我家要不用啲咧叫鸡啦，你下10个不用加啲啲的，啊，不用加啲啲的，要下酱的哦。你看你一皮看看，有香吗？有香嘞。我跟你讲，热天啊，所用的温补啊，温补，你要用热的水啊，是对身体是好。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的，好嘞，用咸的哦。先去看看，这显示了。对。你提不盘饮？给摸来，好，给摸来。你先，这就是你的福利呀。然后 OK。俺忙挑米是啊，做在什么？不是挑米呢，又养么样？那有。你懂我是谁啊？用两。那按功夫。那你给当挑的嘞？啊，挑面还有那个绝招吗？啊，没有嘿，真跟当我是。这样的嘛哦。哎，好嘞，俺做咩啊？因为下油下少，俺加啲嚟香油，一啲啲嚟就做得嘞。啲嚟香油。韩国榴莲啊，姜嘛嘅，榴莲是姜，跟干油嘅米丝啊。哦。酒一啲啲嚟。哦，用香油係米酒。米酒是做得嘞。佢用埋按甜，加热嘅冻甜，按照香水椰子啊。香水椰子呢，佢就台灣嚟食啊，是冻甜。还有台灣偏冻嘅椰子啊，其實係酸。長皮嗰種嘅，凍太啲嗰種嘅喎。酸。哦，你啊滾起來，是做得嘞。好，做完哦。有簡單冇？咁簡單了解嘛？你看到10分鐘做出來，大家你也記得給我吃吃看啊。哦。鸭是给煮唔會面哦，唔係，煮表面唔會面哦，這個肉啊，哇哦，好嘞，好，椰子煮好了，鴨絲雞湯哦，加個就食哦，椰子雞湯，鴨絲剖開，聽鴨絲汁倒出來。也是特別供用熱起來切絲準備，雞肉落鑊燙一下，留起來溫到另外一隻煲嘅，煲特別加水，也是汁、姜麻片、也是肉、紅棗同雞肉轉細火向下煮10到15分鐘。起鍋前加到柑橘、米酒、香油、調味，
营养的椰子鸡汤就做只豆爽粥咯。